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一起来进入路加福音第16天的共读。今天我们来到第10章，要读1到24节。昨天我们从第9章的后面看到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死，并且看到门徒之间，没有像黑门山的甘露弟兄彼此和睦，而是在那里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而耶稣他也呼召那些要跟从他的人，是要付代价的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而是要救人的性命，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，不配进神国。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从10章一直到第19章这一段时间呢，是耶稣最后半年的传道。那在马太福音呢，只有在19、20章2章记载；马可福音只有在第10章记载；约翰福音只有在11章记载。那所以在最后这半年的传道，记载的最详细的就是路加的路加福音了。足足有将近90章之多，来介绍耶稣的最后半年的传道。那在这半年当中，我们也来看这半年里面有几件事情是四福音书所记载的。耶稣传道最后半年呢，就是他定义要向耶路撒冷，要去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呢，再来差遣70个人，这我们今天会读到的，那也是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记载。然后还有讲到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马大和玛利亚的家，这也是只有在在路加福音当中独特的记载。接着呢是医治驼背的妇人，还有使拉撒路复活，好，这是约翰福音。还有医好10个大麻风，好，那这当中也有门徒争论谁为大，还有医治2个瞎子，撒该来信主，还有玛利亚用膏来膏耶稣，以及最后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，设立圣餐，在客西马尼园被捉受审，钉十字架，以及死埋葬复活。那这是四福音书当中都有提到的。所以耶稣的最后半年呢，大概就是在犹太历的1月到逾越节4月的这段期间，这是犹太历的日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第10章，我们先读到1到12节。这个代志了后，主另外近72个人，找因两个，先去因本身想要去的逐个城、逐个所在。耶稣甲因讲，通修行的真多，做工的人真少，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。去，我找恁出去，亲像送羊仔入去豺狼的内面，毋通带钱袋，毋通带旅行袋，嘛毋通带鞋。伫路呢，毋通甲人请安。恁无论入去倒一间厝，着大声讲，愿恁即家平安。伫遐若有爱平安的人，恁的平安会留伫因遐；若无，伊迄个平安会倒转来归恁。恁着踮迄个家，因准备什么，恁就食什么，啉什么。因为做工的人应该得到工钱，恁毋通对即家耍过迄家。恁无论入去倒一个城，人若接待恁，捧什么出来，恁就食什么。城内有病的人，就甲因医，煞甲因讲，上帝主权得要实现啦。无论入去倒一个城，人若无欢迎恁，恁就出去大街路讲，连恁即个城掉伫阮骹的土粉，阮拢要换掉，甲恁警告。不过恁着知上帝主权得要实现啦。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所受的刑罚，会比迄个城所受的更较好忍受。好，那在第10章主差遣72个人，72个人。那在圣经有的翻译当中，是写70个人。好，那但是比较好的抄本都是写72。但是70个人在旧约当中有几个地方，比如说创世纪第10章有记载70个外邦的国家，还有呢创世纪里面以色列就是雅各和众子去到埃及是70个人。出埃及记呢和摩西一起上西乃山的长老是70个人，还有犹太人的公会也是70个人组成。好，那现在耶稣设立70个学生或是72个，要他们两个出去传福音了。所以至少有35到36个地方是耶稣想要去，但是呢他没有时间去，所以他要差遣他们去。好，为什么耶稣没有时间去？我们从第9章
就可以看到，当耶稣他被彼得认出是基督之后，耶稣开始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，所以耶稣加快他的步伐。好，那他已经预备好要来这个受难上十字架的道路啊。所以耶稣设立72个人，这个设立也是可以写指定或是指派委任设立的意思，然后是往自己所要到的城去所以那些城呢是耶稣想去，但是他现在呢时间不够，所以他第2节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一段话也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37节和38节，几乎是一模一样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9章的记载呢，是耶稣差遣12使徒之前呢，耶稣怜悯这些各城各乡的人，但是路加福音呢是放在耶稣的最后半年那但是呢，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。那耶稣呢，在这当中，因为时间的急迫性，所以他为什么叫大家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行囊，不要带鞋子，不要问安？看起来好像不通人情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耶稣的背景，就是他有时间的急迫性，所以这些不要的意思呢，就是快去快回，或是加快传福音的脚步和传福音的速度，不要在路上耽搁，也不要住在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，甚至呢，你们都什么都不带，所以人家给你们什么就吃什么。好，现在重点不是这些不带东西，重点是他们去要传什么信息呢？好，那第9节，底套说要先去医治那城的病人，对他们传的信息是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神的国临到，所以跟施洗悔改一开始所传的信息也是一样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信息没有被接受呢？第10节、11节，你们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，但是呢，你们要警告他们，就是你们城里的，就是你们要去到大街上说，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，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，就是无份了。但是你们该知道，神的国临近了。所以耶稣差遣这72个门徒出去呢，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国临近了，所以应当悔改信福音那12节耶稣也说，在那日子，就是那日子是神的国临近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。当上帝要审判那城，创世纪19章当中，这个罗德所居住的所多玛和俄摩拉遭遇这个天火的毁灭。但是这个在末后的审判来讲，所多玛、俄摩拉所受的还是比较轻微，所以是一个比较级。这些旧约人读旧约人就知道，这个末后的审判的日子比那个事情还要慎重，还要严重。那我们继续来看13节到16节，哥拉沁恁惨啊，伯赛大你惨嘛，我伫恁中间行的新业，若伫太尼甲西顿行，因早就穿满衫，坐伫火釜顶悔改啦。伫审判的时，太尼甲西顿受的刑罚，会比恁着受的较好忍受。你咧加别龙，你爱人甲你呼上天死无？袂，上帝会甲你迄落阴府。听叹恁的，就是听叹我；拒绝恁的，就是拒绝我；拒绝我的，就是拒绝找我来迄位。好，那这短短这几节是接续的耶稣差遣这72个门徒学生，然后呢对这些城的宣告。好，那这一段呢也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。马太福音第11章也是耶稣差遣12个门徒要承认12使徒出去传福音，然后他们去各城向人来传道。耶稣也责备那些不悔改的城，所以和马太福音的时间序不太一样。路加是把它放到耶稣传道的最后半年。那里面提到的，路加特别提到几个城市是这个跟马太福音一样，格拉逊、伯赛大。这个格拉逊和伯赛大呢，格拉逊是烟火熔炉
好，那在圣经当中只有提到2次，好，那位置可能是在加百农以北，好3公里，就是耶稣已经在那边传道3年的地方哦。伯赛大我们有提到，就是鱼之家，好，也是耶稣传道的地方，还有提到加百农，好，加百农，甚至对说格拉逊和伯赛大。因为你们在你们中间行的异能，这些事情落在推罗和西顿。推罗和西顿就是在靠地中海的旁边。格拉逊、伯赛大、加百农，好，其实都是在耶稣传道好早期传道的地方。好，但是呢，有些人很多的人来信耶稣，但有很多的人拒绝耶稣啊。这些拒绝耶稣的人，若没有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，审判的时候，推罗西顿所受的审判。好，都还要比较轻，好，意思就是这些拒绝耶稣所受的审判更大。15节提到加百农，加百农没有提到是安慰之村，是彼得的故乡哦。但是呢，加百农，你以为要被举到天上吗？你要被推下阴间哦。加百农是耶稣传道的大本营，很多人都信耶稣，但有很多人拒绝耶稣哦。所以这个加百农，得到的越多，但是他们的责任越大。好，他们知道上帝的真理越多，好，他们其实越有更重的责任，要回应。所以在第16节，耶稣对72个门徒，这些门徒说：听从你们的，就是听从我；弃绝你们的，就是弃绝我；弃绝我的，就是弃绝差遣我来的那一位啊。所以耶稣差遣这72个人出去的目的，要他们听什么？传什么呢？传神的国临近了。好，要把这样的信息呢，让人听见，能够悔改。总共有两个出去，好，所以有30几个地点是耶稣想要去，好，但是时间不允许，所以他就差遣这些的学生去，甚至每一个都用很重的讯息来警告，就是要赶快悔改，赶快悔改啊，而不要到时候落入到审判当中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，好，当他们出去传福音回来之后，好，所遭遇的事情。17到最后的24节，迄72个人欢欢喜喜倒来报告讲：主啊，愿奉你的名命令，连鬼拢服从阮。耶稣甲因讲：我有看见撒旦亲像线呐对天顶射落来，就知我有使令官兵，通打蛇甲叶仔虫，搁通制服对敌一切的能力，无一项会甲恁伤害。不过，毋通因为这个邪神降服恁，恁就欢喜，就因为恁的名记在伫天顶来欢喜。迄时，耶稣互圣神感动满心欢喜，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将这个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藏起来，毋过对细汉囡仔启示。爸啊，是啦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我的爸已经有将一切拢交托我，爸以外无人捌囝是甚物人，囝甲囝爱要启示的人以外，嘛无人捌爸是甚物人。耶稣活转心，私下对门徒讲：有目睭通看，恁所看见的，迄个人真有福气。我甲恁讲，以前有真侪先知甲君王爱要看恁所看见的，也无看到；要听恁所听见的，也无听到。耶稣差遣70个门徒出去，而70个门徒回来之后呢，大家都非常的喜乐，可见这一次的传道是非常的成功哦。就是并没有受到拦阻，好，因为耶稣让他们速战速决，快快的去，也快快的回来，而且回来都带着好消息回来。加上耶稣给这些门徒的权柄，让他们宣传宣扬神的国临近以及审判的信息，好，以至于呢，很多人所去的地方呢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去哪些地方，但是他们都欢欢喜喜，因为他们不论是为了一病人祷告，或是为那些被鬼附的人祷告医治释放，那这些学生呢都说：主啊，因你的名，连鬼都服了我们。所以这些学生很兴奋，好，他们能够在属灵征战上面得胜。18节，18节是耶稣对他们说：
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啊。好，所以这个闪电呢，好，也有讲到，这从东到西，这个闪电是非常的快闪过去啊，但是呢，也是看到这个撒旦呢的权势呢，快速的被摧毁啊，像从天上坠落因为上帝耶稣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给你们能力，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，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。所以耶稣也与这些的门徒们同在，让这些传福音、传天国福音的门徒呢，都能够有主的同在。但是耶稣后面要提醒的是这些的72个学生门徒，然而不要因为灵或是这些的仇敌服从了你们就欢喜，真正要欢喜的是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。所以耶稣他很清楚，也要让门徒们72个学生们很清楚，他们为什么做，而他们所得到的奖赏是什么？因为是他们的名被记在生命的册上，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。21节，到24节，耶稣呢，因为被圣灵感动而欢喜快乐。这一段的记载呢，在马太福音的11章也有记载，而且马太福音13章也有记载，就是这段所记载。但是呢，路加福音记载的特别用的字就是耶稣被圣灵感动而欢喜快乐。这个欢乐呢，它的意思是兴高采烈，或是极度欢欣，或是狂喜啊。好，所以看到学生们回来的这种欢欢喜喜，好，耶稣比他们更兴奋，好，因为看到他们的学生真的是为神做工，好，而且能够胜过仇敌，所以耶稣欢喜，就是他也可以放心的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啊，当他上十字架被接去之后，他已经知道他的学生已经去实习过、操练过，知道怎么样继续在地上来传福音，为主耶稣做见证，甚至得到权柄，能够胜过蛇和蝎子，胜过撒旦和魔鬼。好，所以耶稣向神做了一个祷告，被圣灵充满，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。这些聪明智慧不是圣经的聪明智慧，而是自以为聪明智慧的人。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，但却像婴孩启示出来，就是对那些单纯的、有信心的、愿意像小孩子的来信靠神的，他们就能够明白耶稣到底差遣他们做什么，以及他们到底传福音回来在欢喜快乐什么，以及耶稣他真正的目的，以及他背后所要继续走的路是什么。而父啊，是的，你的本意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22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。那神把所有都交给主，交给主耶稣基督。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还没有人真正认识耶稣，或是说，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在马槽诞生。但是其实多多少少，我们从路加福音也看到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位是基督，是弥赛亚。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好，所以约翰福音说，耶稣说他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耶稣，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。所以父差遣耶稣来，好，但是呢，上帝却让他的儿子好像被隐藏起来，只有像婴孩单纯的人才能够接受。而耶稣去传的福音，也要把上帝启示出来。但是如果没有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，是不能够看见耶稣所传的那位天父。所看到的可能只是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这些经学士所教导的那位严格审判的上帝，却没有认识这一位这一位神爱世人的这位天父。好，最后23、24节，耶稣呢转身私下对门徒，好，所以这里的门徒是指谁呢？是12门徒呢，还是第10章一开始的这72个门徒呢？比较可能是对这72个门徒。耶稣对他们说：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那眼睛有福的。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第一个就是看见他们去传福音的果效，天国近了，要悔改信耶稣。第二个是看见呢耶稣基督弥赛亚君王基督降临在他们的眼前，那眼睛是有福的。24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就是要看弥赛亚，看这个基督，要看这个
神的国临到，好，上帝的权，好，临在这个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些君王先知想要看见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但是现在这70个学生又看见又听见，而且他们还行出来，还胜过了这些的蛇和蝎子。好，连魔鬼都服从了他们。所以呢，耶稣告诉他们，真的是一个值得欢喜快乐的事情。但是真正欢喜快乐的事情，是要因着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，因为这是没有人能够从地上夺去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你差遣的72个学生用非常快的速度、非常短的时间他们到许多的地方来收割主的庄稼，同时也把平安带到许多的家庭当中。主让我们知道，当天国要临近神国的人，神国要临到，必须要有传福音传道的人也让我们要警醒谨慎。不要成为那不结果子的人，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继续的传扬出去，也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工，让我们能够带着神的同在、神的话语、神的权柄，能够践踏蛇蝎，能够践踏撒旦，能够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，也能够把天上的父的爱彰显出来。求你使用我们，能够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，愿神祝福大家。